台北停车明仔载点灯开幕，台北市政府照惯例邀请上海市来设灯区。不过，陆委会讲这送件时间伤过，换袂赴新早做理由，拒绝这上海代表团的来台申请。市长邱万安是强调讲，今年是比较过去8年的送件时间，照惯例提出申请的，因也呼吁陆委会希望把这善意会当延续落去。台北灯节这个初五要开始，今年全年的主灯是关13公尺的福沙道道，融合着周边的风格加几何图形，也未点灯进前就吸引真侪民众来拍卡翕相。这个看起来很雄赳赳、气昂昂的，我觉得国运会很好。今年灯节规划4大灯区，横跨即份西门站到北门站，其中北门的灯区正是日本甲韩国等国家的特色花灯。要拿上海市要来设灯区，但是陆委会最近以送件时间伤化，未赴新早做理由，拒绝上海市代办主任金梅带代表团来台湾的申请，所以上海团确定无法度参加开幕点灯仪式。这也是伫双城论坛了后，金梅第2遍无法度来台湾。陆委会今天就是不想要让上海团来到台北参加台北灯会的话，大可直接说，而不是透过这样穿小鞋，然后这样子给台北市政府背后搞小动作的方式。时间这么仓促，没办法严加的审查，那陆委会没有予以同意，我觉得本来就是要尊重。根据了解，上海市其实有3个参访团要来台湾参加灯节，金梅所带组团13个人被拒绝。第2团是上海市文旅局的副局长金雷带队，陆委会昨晚也搁伫咧审核。因那第3团14位灯艺师加旅游业者是已经核准，按算2月13会来台湾。上海已经连续8年都有参加我们开幕的点灯仪式，今年我们也依照惯例，依相关的规定向中央提出申请。我们还是希望，这样子好不容易所建立起来对话沟通的善意成果能够被延续。台北市长邱万安强调，台北甲上海灯节的交流已经几多年啊，这回也拢比较过去8年的送件时间，希望中共释出善意。对此，陆委会是无进一步的回应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